好似我咁中意做運動嘅人，平時跑完步之後再返工，然之後再訓練，其實都真係幾攰嘅，而且瞓得好差。喺做 gym 嘅時候，感覺到自己好難 focus。不過最近開始食協通事業嘅呢一隻羊腦力之後咧，我食咗3個星期，係明顯感覺到自己嘅專注力有所提升啦。每日只需要食2次，每次2至4粒，佢就可以達到嗰個效果。而且睡眠質素有所提升啦，打少咗好多喊路，成個人都變得更加精神。養腦力係喺日本製造，佢可以幫助我哋清除大腦嘅毒素，令到我哋可以放鬆神經，更加快入睡，而且可以平衡腦入邊嘅環境，調節神經傳導，穩定我哋嘅情緒壓力，提升深層睡眠嘅質素。佢亦都促進神經嘅修復，透過修復神經細胞，提升腦力，等我哋瞓醒嘅時候可以更加精神。呢啲藥丸細細粒，非常容易服用。而且包裝方面，放喺我哋嘅褲袋或者細袋位亦都完全冇問題。其實協通事業已經有超過30年嘅歷史啦，佢哋公司嘅產品配方亦都榮獲日本嘅專利。公司致力推廣未病養生，強調預防同埋日常調理，由源頭開始守護體質。如果同我一樣中意做運動嘅你，不妨可以試下協通事業嘅呢隻養腦力啊！